过来消息来看新北市一个国三学生洪台死，嫌犯是打对少年关护所出来，倒转去学校，这嘛引起真侪讨论哦。教育部是表示讲，按算建议讲，后摆共款交予少年调查官来进行评估，也毋过伫少年法庭裁定进前哦，予学校来提供意见，做伙讨论讲学生出来了后，敢通直接转去学校上课，还是讲先伫其他的所在安置。 新北市有2个高中学生去互帮派吸收，做人细汉做卡，佮互带去共人店面。这个帮派1月中去互警察抓到，这2个少年囡仔经过少年法庭的审理，裁定交予家长带转去。因为2个囡仔搁咧读册，休惯了后爱转去学校。到公立高中的身教组长讲，除了严格管教，辅导嘛爱用心。不过伊嘛老实讲，学校会当做的其实无济。那如果他对于自己或别人，他有一些攻击的行为，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，如果家庭又可以配合，我们会比较希望他用带回管教在家里的方式。学校会当做的无讲介济，而且因过还未满14岁少年囡仔犯法，这学校无法度了解详细对个案提出建议。 教育部表示，会建议少年调查官审查进前爱调查，而且少年法庭裁定进前应该看个案的需要，开个案联络会议进前，和学校提案讨论，看敢要让这个学生直接转去学校。 或者是进入到学校内的中介教育措施，又或者是先进入到社区中介教育基地来进行一个适应衔接的机制。 部长潘文忠强调讲，调开个案或者是资源联络会议的标准，包括有犯罪记录的少年人，或者是牵涉暴力伤害。若准是其他的犯罪形态，原来是交予少年调查官来评估。比如像偷窃啦等等的，但并没有足以去造成别人对别人的伤害的这部分啊，我是举这样的例子，那个我们就让少司官这边来做评估啊。教育部表示，会甲建议提起行政院甲司法院的看院会讨论，互教育甲司法单位的合作模式会当更较周全。记者林晓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